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34章。约西亚继位的时8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1年。伊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行伊的祖先大笔的路，无偏左偏右。约西亚做王第8年，幼少年就寻求伊的祖先大笔的上帝。4年后开始洁净犹大甲耶路撒冷，扫除山头坛、阿舍拉雕像、雕刻的像甲铸造的像。人民照伊的命令毁坏巴力的坛，斩断坛顶悬悬的香台。伊阁将阿舍拉雕像、雕刻的像甲铸造的像拍碎，碾做粉，也伫遐个捌献祭互偶像的人会忘。将外邦神明的祭司的骨头下伫因的祭坛顶烧，用安尼洁净犹大甲耶路撒冷。约西亚搁伫马西以法莲西面甲拿弗他利地区遐个荒废的城，拆毁祭坛，拍碎阿舍拉雕像甲雕刻的像，碾做粉，斩断以色列逐所在的香台，就倒去耶路撒冷。约西亚做王第18年，土地甲圣殿洁净了后，伊派阿撒利雅的囝沙番、市长马西雅、约哈斯的囝士官约亚去整修上主伊的上帝的殿。因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，将所有献伫上帝圣殿的银交互伊。这个银是圣殿门口的守卫利未人对马拉西、以法莲甲以色列所有村落内的人，以及犹大、便雅悯甲耶路撒冷的人民收来的。因将遐个银交互管理上主圣殿的人，互因转交上主殿内的工人，就是做肉师傅甲建筑工人，去买拍好会足做梁甲条的木材，通修理圣殿内面互遐个犹大王毁坏的所在。遐个人做代志诚实。督工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合甲俄巴底亚，督工的是哥哈的子孙撒加利亚甲米苏兰，阁有真敖奏乐的利未人。因管理遐个运搬的工人，嘛监督所有做逐款工作的人。利未人有的做书记、做官员甲守卫。因将献伫上主圣殿的银搬出去的时，大祭司希勒家发现摩西所传上主律法的册。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讲：“我伫上主圣殿内面发现一卷律法的册。”希勒家将册交互沙番。沙番就带这卷册去王遐，甲王报告讲，王交托你的仆人的工作，因拢有得做。奉献伫上主圣殿的银拢拼出来，交互督工甲工人。书记沙番阁对王讲：“大祭司希勒家有摕一卷册互我。”沙番就伫王的面前大声读迄卷册。王听到律法的话，就拆裂伊的衫。王吩咐希勒家、沙番的囝阿希甘、米迦的囝阿伯顿、书记沙番甲王的人臣阿撒雅讲：“恁去
为我为以色列甲犹大留落来的人民，将所发现即卷册的话请问上主，因为咱的祖先无遵守上主的话，无照即卷册所记载的教示去做，所以上主对咱发大生气。对安尼，希勒家甲王所派的人，做伙去见女先知弗特代。伊是管理礼服迄个沙龙的某，沙龙是哈尼哈斯的孙特瓦的囝。弗特代住伫耶路撒冷新的城区，因甲伊请教。伊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去回复找恁来见我的人，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。我要照伫犹大王面前读的册所记载的咒诅，降灾祸互即个所在甲遮的居民，因为因气杀我，甲别个神明烧香，用因的所做激我受气，所以我要将大受气摒落伫即个所在无煞。毋过，找恁来请问上主的犹大王。恁着安尼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你着听。我对即个所在甲遮的居民警告的话，你就忏悔，伫上帝面前谦卑，搁拆二衫，伫我的面前啼哭，我有听着。上主讲：我要互你平安离开世间，转去你的列祖遐，你袂看到我所要降落伫即所在甲遮的居民一切的灾祸，因就倒去，将遮的话对王回复。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众长老，王上去上主的殿，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、祭司、利未人，甲所有的人民。无论大小，嘛拢上去。王就将伫上主殿内发现的约书一切的话读互因听。王徛伫伊的位，伫上主的面前立约，要全心全意顺坦上主，遵守伊的诫命、教示甲规例，实行即卷册所写立约的话。伊互耶路撒冷甲便雅悯所有的人民，拢答应遵守即个约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就遵行因甲因列祖的上帝所立的约。约西亚将国内一切可恶的偶像除去，搁互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服侍上主因的上帝。约西亚活地的日，人民顺坦上主因列祖的上帝，拢无偏离。